啲香港嘅朋友仔成日都問我，嗱阿 Ben 啊，有冇啲又靜又靚又智能嘅筍盤推介啊？嗱呢下你就問啱人啦，絕對舒適度拉滿嘅深水靚盤，未入屋苑先見藝術品同流水景，呢啲唔係普通嘅裝飾，而係話俾你知住喺呢度嘅人品味同埋生活態度都零舍唔同。哇，重點嚟啦！全屋嘅智能家電，手機撳一撳，全屋嘅燈光、冷氣、門鎖，甚至乎電梯，全部都搞掂晒。啲科技就係要咁貼地，至有用啊嘛！企喺個闊落露台度，望出去唔係密密麻麻嘅樓，而係開揚嘅景觀同埋綠油油嘅園林。深呼吸，啲空氣都清新啲啊！仲有招呼朋友仔嘅共享空間。呢啲先係都市精英嘅生活儀式感，行嘅每一步都係風景。坐低嘆杯茶，個心即刻靜晒。細路仔梗有又安全又靚嘅遊樂區啦。最緊要係咩呢？梗係交通無敵啦！呢個樓盤就喺深中通道中山出口附近。依家我身後呢，就係中山站啦，喺項目過嚟10分鐘唔到。坐高鐵嘅話呢，半個鐘頭唔到就可以去到深圳北，而且呢1個鐘頭之內就可以直達香港西九龍。交通方面嚟講呢，係非常之方便啊！揸車去深圳前海，半個鐘頭搞掂，仲快過你過海去到銅鑼灣啊！講咁多，最緊要係你過嚟現場親身感受過，先知道感受呢度嘅低密舒適、智能貼心、園林藝術同埋無敵嘅交通網絡。真係要嚟睇過、摸過、體驗過，至知道有幾正。想喺大灣區心臟地帶揾個安靜又方便嘅安樂窩，呢度就係答案。靚盤有限，心動不如即刻行動。